一班带乌羊。第三课月娘变魔术，月娘变魔术，有时变狗仔，有时变盘仔，有时若金蕉，有时亲像水来啊。今仔日哪会无月娘？敢是变来变去，家己变无？我是2年1班6号陈博耀，我今天要表演的是塞巴虎。热天的舞，用一阵塞巴虎，将阮阿甲当哥哥。你哪会落家错？台湾煞比无落。谢谢老师。4班4号跟我要唱的是《塞巴虎》。热天的舞，用一阵塞巴虎，将阮阿甲当哥哥。好啊好啊好啊好，你哪会落这错？害我大家好，老师好，我是2年12班7号王永安。今天我们要表演的是台语第3课《尾牛变魔术》。尾牛变魔术，有时变狗仔，有时变盘仔，有时变金蕉，有时亲像水来呀。今仔日哪会无月娘？敢是变来变去，变无去。我是第10班02号王奕华。月牛变魔术，有时变狗仔，有时变盘仔，有时拿金蕉，有时亲像水来呀。今仔日哪会无月娘？敢是变来变去，把家己变无？多谢大家。台湾刷笔了，谢谢大家。